Freemason 共濟會一貫嘅做法，藉着從混亂中產生秩序 （order out of chaos）， 製造問題、演繹問題、提供答案，好讓世人自自然然咁走向共濟會經過深思熟慮所提供嘅答案。喺歷史上產生社會動亂，或者係由共濟會背後策劃及操控嘅戰爭出現嘅時候，貴金屬包括黃金及白銀等價格都會大幅上漲。故此，黃金同白銀一直都係戰亂時避險嘅最佳手段。俗語所謂大炮一響，黃金萬兩，呢個正正就係對黃金同白銀避險價值嘅完美詮釋。任何一次戰爭或者政治局勢嘅動盪，往往都會促使黃金同白銀價格上漲，而突發性嘅事件往往會讓金價喺短期內大幅飆升。